在地人在地前来食竹笋。台中大坑出产麻竹笋，农会透过低温的冷藏技术，打造出的黄金的玉冷笋，延长伊保鲜期，口感更加清甜芳脆。为了推广这个农特产品，农会甲在地民意代表特别办农办的竹竿的音乐晚会，邀请乡亲到大坑享受竹笋的好滋味。 台中地区农会和集团手提农特产，要替大坑来行销推广。预计19号伫咧大坑里土地公庙头前广场举办动漫地区的竹竿音乐晚会活动。我就希望说。 我可以来振兴我们大坑的这个观光跟经济，那所以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来推广大坑的农产品。台中市地区农会讲，伫咧大坑种的麻竹笋年产量超340吨，农会经上修一个30吨，透过冷冻千吨级的保鲜期，口感吃起来脆个甜，尤其这么大出是上好食的时刻。冰镇，那大概要1个小时让那个竹笋的纤维不会老化。 食起来就袂呱呱。除了农特产，竹竿音乐晚会有当初制作 DIY 和有名的都市西制作竹笋的料理，邀请民众同齐来遮佚佗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